各位觀眾老友記，今屆全運會香港代表隊真係交咗出一份好亮眼嘅成績表啊！19面嘅獎牌，足足係歷屆最多。消息一出，好多市民都話揼心口咁興奮啊！體育學院院長蔡玉坤今日咧就上電視嘅節目啊，提到呢個成績就話喜出望外，仲話港隊嘅未來仲有好多好嘅機會啊！今次港隊派出超過600名運動員參賽，個個都搏到盡。蔡玉坤特別提到佢哋嘅打不死精神，就算有啲項目冇拎到獎牌，但成績一樣係值得鼓勵噶。8個項目係攞到第4名啊，超過40位運動員係排喺第5到第8位，裏面仲有唔少嘅新星冒起，呢個情況好重要，證明港隊唔單止有老將撐場，仲有下一個梯隊嘅接棒，後繼有人。可能有人會問，港隊近年成績越嚟越好，到底靠乜？蔡玉坤就話：呢係多年嘅耕耘嘅結果，政府嘅支持同資源投放一路加碼，學校同大專院校亦都越嚟越重視體育，慢慢養成香港嘅體育文化。仲有一樣最關鍵，國家嘅鼎力支持。香港同內地各省市簽咗好多合作嘅備忘錄，運動員可以去內地集訓，訓練嘅效果事半功倍。唔同嘅項目亦都會係因此而受惠。19面嘅獎牌唔單止係數字嘅突破，更加證明咗香港運動員嘅水平已經同內地各省市好接近。蔡玉坤話：憑住呢個成績，相信日後港隊去內地訓練嘅機會只會越嚟越多，成績仲有上升嘅空間啦。除咗全運會嘅喜訊，大灣區申辦奧運嘅話題都好熱烈。國際奧委會前主席巴克日前話，大灣區有條件申辦奧運。蔡玉坤聽到之後好有信心，我哋辦賽嘅形式係可行，亦十分有信心可以做好。佢仲補充，主辦大型體育賽事唔單止係體育界嘅事，仲係無形嘅資產，可以帶動體育嘅旅遊，仲可以增強社會嘅凝聚力，等市民更加有歸屬感。至於下一步，蔡玉坤建議香港可以先從規模細嘅賽事入手，比如亞青會，因為規模較細啊，而且對象都係青少年，各方面嘅要求唔會去到頂級嘅水平，亦都適合咧係去累積經驗噶。其實香港向來都有辦國際嘅盛事經驗，網球、羽毛球等嘅大賽亦都教到有聲有色，呢個建議確實好實際。今次全運會嘅成績係港隊運動員用汗水換翻嚟嘅。打不死嘅精神值得所有人去學習，而國家支持、自身努力、社會配合呢3方面嘅力量一齊推進，香港體育真係會越走越順。無論係將來有更多嘅內地集訓嘅機會啦，定係大灣區申奧嘅可能性，都令人充滿期待，為香港隊點讚，亦都希望佢哋繼續衝，為香港帶嚟更多嘅榮耀。唔知大家又點睇呢？可以留言話俾我哋聽。